你嘅小紅書同埋抖音賬號冇流量、冇客、冇成交，因為你用緊 Facebook 同埋 IG 嘅思維去經營你大陸社交平台。我喺2017年開始喺內地嘅社交平台創業啦，而家全平台有50萬嘅粉絲啦，小紅書上面已經佔咗24萬嘅粉絲啦。咁最重要嘅係咩呢？係喺呢個線上平台引流到我線下門店，令到我喺大陸嘅茶飲店而家有28間連鎖店啦。如果你係港澳嘅商家，想喺大陸揾客，就要建立內地嘅社交思維。最重要嘅係咩呢？係唔好觸犯中國政治嘅紅線同埋違禁詞，令到我哋成功喺線上做到生意。所以呢，我呢條片會教你一樣嘢，叫做起號。第1到第3日帳號啟動期，建立平台嘅標籤，開啟新嘅帳號之後呢，唔使急住發嘢或者改資料。頭3日最重要嘅任務就係激活帳號，每日嘅時間就睇下首頁推薦嘅內容啦，見你同行相關嘅筆記啦，就要點讚啦、留言啦或者收藏關注，每日互動唔少於30分鐘。呢個階段呢係平台測算法嘅階段，話俾平台知你做咩行業，等佢建立用戶嘅畫像，為之後推送準確嘅內容做準備嘅。第4日就要研究同行啦，揾出爆款嘅秘訣啦，揾到自己行業嘅定位之後呢，就去睇下同行嘅帳號係點做嘅。喺小紅書欄裏面呢，搜索你行業嘅關鍵詞啦，好似澳門保險攻略啦、澳門美食啦、港澳保險啦、香港旅遊避坑咁樣，從搜索結果裏面揾10個5萬粉絲以下嘅帳號嚟研究。呢個帳號仲未去到好大嘅，咁佢啱啱就適合新手帳號參考同模仿啦。第5日呢，就包裝帳號嘅形象，建立用戶嘅信任，等人一睇就知道你係做啲咩嘅。頭像呢，一定要用真實嘅靚相啦，咁樣先顯得真實噶嘛。仲有呢，用戶名呢，就一定要用地域加名加行業嚟改嘅，好似香港 Windy 保險顧問啦，澳門 Linda 美妝代購啦，咁樣啲客先會容易記住你噶嘛。簡介呢，就更加要花心思啦，將你嘅身份啦、你嘅價值啦同埋你嘅聯繫方式啦，一定要講清楚，等用戶一睇就知道你可以提供啲咩價值嘅嘢同埋咩服務啦。第6日就準備揀題庫啦，掌握流量嘅密碼，教你一個實用嘅方法啦。關鍵詞嘅挖掘，喺搜索欄裏面呢，打你行業嘅關鍵詞啦，睇下下面推介嘅關鍵詞同埋相關詞，呢啲都係根據用戶搜索嘅習慣推介出嚟嘅熱門詞嚟嘅。咁將呢啲關鍵詞呢變成具體嘅簡題啦，整理成一個表格，就有一個可以持續發布內容嘅資料庫啦。第7日呢，就要發布優質嘅內容啦，啟動流量嘅增長啦。新嘅帳號開始呢，權重係好低嘅，所以呢，推送嘅範圍呢都會好細嘅。咁如果發啲冇用嘅嘢、冇用嘅內容嘅話呢，權重呢就會越嚟越低啦。咁最後呢就會死火啦。所以呢，開始嘅階段要發啲咩內容呢？一定要參考爆款啦，再加上自己嘅創新啦，從你嘅選題庫裏面揾啲高讚啦、高收藏啦、爆款嘅筆記嚟研究啦，學佢哋嘅內容嘅架構啦、揀題同埋賣點，再加入自己嘅品牌特色啊，堅持發高質量嘅專業嘅內容啊，照做一定冇問題。Hello， 我叫 Bowie 啊，專門幫港澳商家喺內地揾客嘅。如果你個帳號而家冇流量，或者對7日嘅攻略有咩問題嘅話呢，歡迎喺評論區嗰度留言。我哋下次再見。